在5年级趣味竞赛互助合作，选手们要2人1组，其中1人饰演看不到的视障者，以这样的一个比赛体验活动来感受一下日常生活中我们是有多么的幸福，以及要珍惜自己现有的。打回去还是咬回去啊？ 在比赛进行过程中，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好，那个节奏之中再注意提醒小朋友，2个都要有芒果，一个是用嘴巴咬，一个是用手拿。都不可以用跑的。好，这一关比较特殊哈，不可以用跑的，跑的算违规会被加秒数。2人1组的选手当中，扮演视障者的选手非常依赖另外一位选手的协助，所以大家的速度要一致。好，不可以用跑的哦。安全的抵达目的地，拿到糖果。哇，场边传来欢乐的笑声，2年级、3年级的小朋友好开心。幼稚园的小朋友们，1年级、2年级、3年级的幼稚园小朋友们都在唱波浪舞，还有手摸说辛苦了老师了。不过前跟我讲，帮我去抓。够对不对？应该不够哈。记得要让 S 型，记得要让 S 型，续跟回来都要让，不然被裁判抓到不是加时量，请各位同学注意。嘴巴先。
同学，你记得你的眼罩要戴好，眼罩要戴好，中途不要掉了。你要跟他讲，已经完成比赛的学手们，请要闭上你的加油声，为场上的选手们加油加油！好，我们4班最后一棒，准备要上场喽。今天5班最后一棒也出来喽。好，其他班加油！今天2班也出来喽。5班，记得找到你的同伴，抓好抓好。2个人互相合作。